哇 TV 讲台语，各位观众朋友好，我是 Lisa。今日天气袂歹，我带大家来去公园行行的，顺线来学公园的设施。Let's go！ 到啊，这个公园我嘛头一摆来，咱来看才有啥。这边才有一区会当互囡仔爬壁，真大一片哦。过来这边有厝流浪，通好耍。这边应该是细汉囡仔耍的，你看，佮有安尼围起来的，安尼囡仔就袂走出去啊。这边佮有一区嘛是厝流浪的，这个厝流浪改成较长的款。过来这边有千秋，有两种，这种是互细汉囡仔坐，啊，这种是互大汉囡仔坐。这边才有一个当互囡仔耍水的所在，介绍有一个所在安尼试落才袂喷水啊。过来才有一片足大片的草地，才介绍会当拍野球的款。你看这后壁阁有一个记分板。这边才有一个篮球场，啊，伊边仔是一个网球场。这后壁有一个足大的凉亭，比如是若忝会当去遐休息。毋过即摆下早有足侪阿公阿嬷伫遐咧运动拍拳。遐平常时佫会当开 party， 佫会当食烘肉咧。即摆下早啊，四界拢是老伙仔伫遮运动，遐有拍拳的，遐有跳舞的，佫有人剑的。我看着就有3团啊！哇，遮嘛会当烘肉呢，遮佫会当洗物件，遮佫有足侪位通好坐。好啊，差不多就是安尼啊，才好叫行一日啊，才好有够大诶。我会记得我之前找相片的时阵，才介绍阁有牛高梗，因为我找规部拢无找着，可能拆掉啊。甲大家介绍一个牛高梗嘛，会当甲伊直翻，叫做单梗。啊，啥我叫迄叫做牛高梗咧？因为高就是一个单独的意思，所以高梗就是一支单独的梗啊，所以叫做牛高梗。你要讲吊高梗嘛会使，有人是吊伫顶悬，有人是扭的。啊，若是迄种有足侪支会当安尼爬过的迄种诶，叫做吊手镐，因为你咧爬的时阵，敢若镐伫遐海的，所以叫做吊手镐。好，以上就是咱今仔日的细公园。我是 Lisa， 今仔的影片就到这，若是喜欢我影片的话，就市长给分享出去，也要订阅关注朋友，慢慢是只订阅连线动，安尼看到上新的影片通知哦。另外 ，Lisa 嘛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 follow 起一下赞的哟。好，安尼后一个节目再会。